我係天文台嘅黃偉健，我將會繼續秉承天文台嘅抱負同使命，透過科學創新同多元合作，強化社會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。我呢個部組叫做預報拓展啦，咁顧名思義咧，其實就係想開發一啲預報工具咧，去支援預報中心嘅運作，特別係一啲大雨啊、極端天氣啊，甚至係應用一啲早值天氣預報模式嘅數據咧，去幫助預報員去做呢個未來幾天嘅預測。呢個咧就係全天文台嘅心臟。最核心嘅地方就係嘅天氣預報中心，咁每日呢度係24小時運作嘅，年中無休。早晨各位，作為預報團隊一份子啦，咁我本身都會定期參與預報中心一啲嘅工作。咁大概每個禮拜一次到啦，我都會翻嚟值班啦，發放一啲譬如有需要嘅警告信息啊，甚至係制定呢個本地天氣預測，加埋未來9天嘅天氣預報。咁呢個系統我哋有個名叫小渦旋嘅，呢個系統本身咧就係我哋天文台自主研發嘅。而家好興講 AI 啦，咁其實小渦旋由一開始99年業務運作開始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已經用緊 AI 㗎啦，就話利用一啲天氣嘅數據啦，就去做一啲好仔細嘅分析，就去預測未來1小時或者未來幾小時嘅降雨嘅情況，特別係出現黃紅黑雨呢啲咁嘅情況咧，去及早發早預警咯。其實我入天文台第一個崗位就係真係做小渦旋嘅，由冇到有，咁慢慢累積經驗啦，慢慢累積咗我哋喺唔同嘅情況一啲嘅預報嘅經驗，一啲預報嘅缺陷啊，或者嘅一啲嘅限制地方，咁慢慢咧就再去強化個系統啦。先睇完圖之外，啲就似乎即係590。其實咧，我哋嘅小渦旋本身都好榮幸咧，就成為咗世界氣象組織嘅一個其中世界上3個裏邊其中一個嘅所謂臨近預報區域專業氣象中心。各位好啦，歡迎今日大家嚟到呢個創新科技嘉年華嘅網上講座。我係黃偉健，天文台嘅高級科學主任。咁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天文台喺人工智能天氣預報方面嘅最新應用嘅。我作為帶領預報拓展組同事做呢一個開發嘅工作嘅當中咧，其實亦都用咗好多我喺預報中心工作嘅經驗。咁又加上我哋同事都好努力，做好多外展工作，亦都透過我哋同其他唔同部門嘅一啲嘅協作啊，希望將我哋嘅預測嘅服務咧做到更加到位。各位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文台嘅天氣節目，我係黎榮津。其實我當時做預報員都成日同偉健 Sir 翻更嘅，喺佢身上都學咗好多嘢嘅。做預報嘅時候，尤其是處理暴雨警告咧，係好急嘅喺上面，因為個發展好快啦，咁所以會都好緊張，要睇好多資訊做決定。咁透過偉健 Sir 幫我哋一齊分析嗰個大形勢，就可以好快很準咁做到一啲好好嘅決定。作為天文台科學主任或者其他我哋專業職系嘅同事咧，永遠我哋都有個堅守嘅信念，就係希望盡量係服務市民，力求創新，去改進我哋嘅天氣預測。特別係而家極端天氣越嚟越頻繁咧，話及早預警呢一個都係我哋而家呢1-2年啦，特別去關注嘅地方。做成個預報嘅流程咧，預報員嘅經驗係好緊要嘅。做每啲天氣預測，我哋睇好多唔同嘅電腦模式嘅產品，但係嗰啲只係一堆數字、一堆圖。點樣演繹成為一個真係有意思嘅預測？點樣將嗰個天氣嘅描述表達得更加細緻、更加清晰、更加準確？呢個係需要預報員嘅經驗。其實我覺得做公務員亦都有一個使命，就係為市民服務嘅。當然，我哋要做好嗰個預報嘅一啲嘅工具咧，事實上需要做好多研究，做好多唔同嘅試驗，都幾科學嘅。咁但係事實上講到最尾咧，都係想服務市民。咁而事實上，如果能夠做好個天氣預測，幫到市民及早做好準備，特別應對一啲近年成日出現嘅極端天氣，咁我覺得呢一份都好有意義嘅工作嚟。